导团来做分享跟邀请，也感谢弟兄姊妹昨天参加我儿子瑞平的婚礼。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我也有写代祷卡哦，写代祷卡，如果有神美好的回应的时候，记得就是要写回应卡，所以我写了回应卡，感谢神这么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这个中保事工啊，已经做了16年。那这16年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投入在这个祷告里面，哈。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代祷室里面哦，有将近70个同工在为所有人的代祷卡祷告。那我最近在代祷室里面收到非常多的这个回应，那个代祷回应卡一大叠哦，大概有40张左右。代祷室还有，哈。那这些回应卡都是许许多多的这个代祷神的回应写的回应卡，所以我每次到代祷室的时候，我都会为这些回应卡献上感谢。那我要说一个短短的见证，就是大概2个礼拜前，我的同事哦就心情很不好，跟我说：“慈宝，我的女儿哈，那个这次大学考试成绩非常不好。”应该是没有学校，我说那就写一个代祷卡呀。那写完他1个礼拜而已哦。前几天他就跟我说：“哇，慈宝，我女儿已经有学校可以读了，而且是国立大学，哦，是国立大学，是从没有学校到国立大学，他非常的感谢神。”我说你赶快写一个回应卡给神。他说好，很感谢。那在7月20的时候啊，也是我的同事啦，哈，他是属于慧兰小组的。然后呢，他就来跟我说，他的父亲身体啊有一些很不舒服哈，那就赶快送医急诊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啊，我也就赶快在学校发代祷信，在慧兰小组也发了代祷信，大家都为着雅慧的爸爸来祷告。然后呢，于是呢，我也在我们教会的代祷网，不是代祷，我们的中保代祷写了一个紧急代祷，所以大家一直为着他的爸爸来祷告。然后呢，他的爸爸在住院期间，就医生说可能是肺炎、肺结核或是肺癌，这3个可能，所以没有办法知道他的病情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慌张，而且每天出入医院真的是心力交瘁啦。但是呢，在最后医生就告诉雅慧说，他的父亲是肺癌末期，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而且他的弟弟在8年前才因为大肠癌过世，对他跟姐姐跟妈妈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痛苦。当这个痛苦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们就是祷告。所以我们雅慧就说，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不管了，就是交给你了，然后还有我们代祷室里面有这么多同工为他的爸爸祷告，就完全交托。那因着交托，还有众人的祷告，那将近这个煎熬这样的时间，那为了要确定这个癌细胞的那个原位癌是在哪一个地方产生的，于是他的爸爸呢也做了一个那个切片的检查。那切片后呢，哇，一直气胸，然后出血好多天，又带给家人很大的一个信心上的一个考验。有时候也会怀疑说，神怎么这样子的安排哈？那他那个切片做完以后，医生竟然跟他说没有切到组织，所以要重做。所以呢，他们真的是每次来学校，我问他说爸爸怎么的时候，他就愁眉苦脸说又怎么了这样子。然后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信实慈爱的神，那在看似危机也是转机哦。神可能是舍不得雅慧跟妈妈还有姐姐又要面临一次家人这样子重大疾病的这样的困难，还有身心灵上的这么重大的煎熬，所以呢，这个当医生又要再一次在做检查的时候，要做一次比较就是更确认的，就是胸腔镜的穿刺检查。他爸爸说又要做一次，这是很痛苦的，所以爸爸说不要做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比较有经验的医生就说：“我发现爸爸这个肺部的这些阴影其实是爸爸就是因为他有询问他的工作，就是他是在做那个有一次泥作啦要打墙这样的工作，
所以是可能是长期吸入粉尘，所以导致的阴影跟结节哦。所以前面可能就是医生误判，好，所以这个透过医生的解释，他们真的是感谢神哦，说他从肺癌末期转变成继续观察，哦，所以这是真的很大的一个信心的考验。哦，当他来到学校在跟我讲这些事情呢，我们在旁边的同事就说：“哇，太好了，真的感谢主，感谢主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雅慧，我8月20号要分享中保见证，那我就来分享爸爸这一段好不好？”哇，他真的是重展笑容啊！他说：“好好好，去。”他说。去讲，他就说去说，哦，他就是要把爸爸得救的这个见证，请我帮他说出来。他说他今天会来听，我不知道雅慧有没有来。有雅慧在楼上。对，好，这是一个神的恩典，在这个家庭当中所彰显的。我们知道这个信心的功课啊，是没有谁可以教你的，是要经过一次一次的考验、祷告。依靠神，你才可以得到信心的功课。当然，信心的功课里面，这个祷告也很重要。我们教会呢，这个事工已经做了10多年，我们有将近70个同工，用自己的时间在为每一张代祷卡祷告。有的人是早上6点就来，像我们的满族长老啊、国珍姐，还有好几个6点就已经在代祷室为你们祷告。那还有的是，像我们一个民队兄，他是从新达港开车过来祷告，好啊，还有就是有人下班以后啊，5点下班，然后带着一身疲累，但是他觉得很重要，要来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你还可以做什么？先亲近神。我第一场忘记说，就是其实我们的代祷服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可以来亲近神，你先来亲近神，跟神倾心吐意。哦，之前有姐妹上来分享说她在里面哭了1个月，她在里面哭了1个月都没有祷告，就是跟神诉说她的困难，在里面哭了1个月，才开始为人祷告。但是在哭的过程当中，神的医治她，神也这样子的陪伴她，帮助她。所以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的，如果你的时间也许可的，你觉得你可以成为一个代祷的出口，欢迎你来报名，在楼下的表格那边来填写你可以的时间。那来可以自己灵修，我们里面有放一些书，你可以为自己灵修，跟神一起跟神祷告，跟神倾心吐意，然后再为别人祷告。我相信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事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刚才 PPT 也有就 PPT 再播一次哈，那就是黄色的卡就是一般呐好先绿色的好来，这第一张好，绿色的就是我们的事工卡，如果弟兄姊妹同工你有什么事工要进行，特别是幸福小组，你就可以来写这个事工卡。我感谢主，我去年带的 Best 6个受洗哦，嘿，所以你可以写哦，好，那这个应允卡，我说来黄色这个就是紧急一般不可公开哦，如果你觉得你的事情不想被公开，你可以写不公开，但是我们的代祷卡本来就是不公开，对，但是不可公开就是有核心同工祷告而已，如果神对你的祷告有应允，那请你就写祷告应允卡。我们的见证实在太多了，真的是太多，都是神做的。我们的同工都是仆人，神的仆人，我们只是负责祷告。所以如果你有困难、有难处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写一个代祷卡，有这么人拖住你，你会更得平安。刚才我第一场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跑来跟我说，你讲的祷告就是说你们把我们拖住了，所以我们的同工就是拖住大家的这样子的困难。好，谢谢大家。